个好趣味较好，赛亲情，阮就是大家的天好好趣味。哦，嘉年华啦，来第二个来宾，欢迎阮这名比嘉，阮是秘书俱乐部，今日拄着阮，你绝对会输。哎呦，俱乐部甲趣味啦，带人先上擂台。顺利哦，顺利哦，来，这里哦，这里哦，顺利，嘿，来，欢迎，大家好，我是秘书。大家好，我是阿翔。是介绍阮这队的，阮这队的队长是 Terry。是秘书长啊，大家好吼，我是汉超赛Terry 江建凯吼，今日要甲大家分享的是咱公共电视台2台呢，为12月4号每礼拜3暗时啊9点的幸福好厝边，是咱这个幸福日啦吼。啊，我伫个内底呢，我就是咧教大家做伙运动，咱有一个单元叫做运动做伙来，吼啊，咱到四界啊，带足侪咱的乡亲有无？啊，到咱伫个店的、伫公园啊，啊，都做伙伫外口做运动。赞。每礼拜3对，暗时9点，就是看阮了，看因啦，是无毋对，阮内面哦，阮虽然是吼名换吼，不过我来讲，阮的成员拢无换，老朋友拢伫的，嘿，拢甲留着啊啦，吼，来介绍一个，来，咱的京剧音乐制作人大宝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宝，我伫咱的幸福里内底吼，就是负责甲大家开讲的。因为咧，咱这个吼，原本咱上水花蕊，即摆吼全新升级。升级啊！哎，咱原来是咱有咱的随意好料理，咱的金曲总破塞随意歌啦。对啊，其实咱节目吼，就是甲大家分享生活大小事。啊，唔难呢哦。难呢？阮阁有负责 fashion 辣妈。辣妈，再销啦！大家好，我是幸福好厝边内底时尚辣妈牛油兰。嘿，我甲饲妈咧，甲阮的李长常常咧教大家一寡生活小撇步，譬如讲今仔日来参加这个节目，要安怎摕到奖金？阮的小撇步就是甲你讲，头脑爱动好紧，啊唔通死脑筋，安尼才摕到。无唔对，啊今日饲妈无来，好咧加载，无今日就袂煞。我甲你讲，饲妈无来，啊毋过阮上厉害算饭师朱青有来。我是营养算饭师朱青，我伫节目内面来教大家安怎食是较健康，顾大家的身体哦。好，来，咱就我介绍迄边啊哦，迄边听讲迄边嘛真厉害，真新币呢。是啊，啊，甲秘书有关系。你那边是好厝边，阮这边是俱乐部啦。欢迎咱俱乐部带头的黄上河。哎呀，上河你好。啊，这边是带队来，带一个俱乐部来哦。嘿，阮要介绍今仔日带来的是迄个秘书俱乐部。啊，秘书俱乐部是咧 TVBS 的欢乐台秘书俱乐部。诶，啊，12月8号开始，每礼拜日暗时8点。哦，每礼拜日的暗时8点。暗时8点啊，这个看名就知，内面讲的就是一个公司内面，秘书啊、头家啊、员工啊发生的代志。是啊，所以今日带来拢是秘书哦。三个拢是，你能杀社畜啦，你那完刚出来呢？我刚是第一个经理，即马先介绍经理，介绍你的队友啦。来，这位是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尚辉，啊，我伫秘书俱乐部内底饰演是张小婷，是一个就爱钱的、就爱卡棒的，啊，个就爱。对，你也不讲来其他都嘿，哎呦，老朋友看唔听，嘿，红记拍者。我们是秘书啦，是什么款的秘书，我唔知影哦。嘿，你来看才会知影。我来个杀入去。多谢大家好，我是地方伊。是。我伫内底演的是一个足够水，啊，毋过淡薄仔袂晓看面色的人。好，来个杀入去。大家好，我是空灵丸，我是演一个天天的啊足够水的查某囡仔，安尼就好啊。好。今来介绍咱的台语顾问老师哦。今天咱的老师就是罗公行罗老师，抱歉欢迎。大家好，我是罗公行。台语真丰富，接讲恁的赚大钱买新厝。有啦，这上重
要啦，不管是社区的，还是咱俱乐部，拢一定爱赚大钱，买新厝啦吼。那买新厝应该讲就钱嘛，对啦，是不是？所以讲恁大家来拢是为着100万。阮这个无咧骗人真正。现金，咱今日的奖金看会到，会看到，咱今日奖金甲现金是无共款的哦。来先看现金100吼，一只100万在厝啊，开！这个。几台一季的，加油！吼，今日一定要加油哦！我咱啊尽量讲啦，吼，今日咱的第一回合开始。全家有智慧，讲台语提100万。这队拢总有96组家庭参加，比赛分做初赛、复赛、决赛，只要过3关，就法度进入最后的冠军赛。伫咧冠军赛胜出的家庭，就会当摕到奖金100万，100万的奖金哦！大家爱加油嘿！阿雄，天几边？好，来，这个回合必须一答案。阿雄，我逐摆嘛有一个答案。来分数咧。嘿，咱这回合嘛，拢总有6个答案的出现。6个答案。要着一个得1000，上最得6000块。6000块，先摕起来再讲啦。加油加油！好，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好，爱情哪来，亲像龙卷风。哎呦，请问龙卷风的台语安怎讲？我想讲老师要用唱的。老师你拢无唱。你也唱啊？是龙卷风。是。好来，美秀这边的答案是加尾风。哎呦，是安怎讲加尾风的？你啊看，咱好落啊，龙卷风拢是用加，一直加去，就敢若犁共款，有无？顶面会较大，下骹留一个尾。哎呦，嘿，敢若加去安尼，所以讲。我的答案就是加尾风。是阿雄，我的答案叫做光雷啊风。阿姊讲的是用假的啦，但是我认为伊可能嘛是用光的，对吧？光雷啊风啊，而且你来看吼，光的跟假的有差吗？假的通常是安尼啦，啊光的通常是安尼。一个自动的，一个对，一个爱用机器，一个爱用机器的。对。啊，因为伊是安尼用光的，所以光雷啊风。到底是倒一个咧，就互恁来看啦吼。好来，2队咱请选择。必须阿雄，天几边？是安尼无？哦哟，有人甲分有人相信我的是用假的哦。无错。好，来我来问阮的大宝这边。大宝。因为吼，这个问题真简单。拄则美秀姐在介绍讲，为什么是加尾风的时候，伊就讲出嘴啊，伊嘴风就漏风啊，伊就讲着像雷啊共款啊。我听出来了，哎呦，这个题目啊，安尼一定是光雷啊风。是。因为这我会记对我的印象哦，我细汉的时阵伫花莲田花边啊有无？有当时啊过道啊咧落雨进前啊，拢有迄光雷啊风。啊，咱囡仔拢会足热的，走入去内底，搁出来啊，规个耳孔拢刷。对啊咧。啊，叫阮阿公就讲啊，你搁去光雷啊风啊耍哦。哦，有听过啊。这个印象。啊，那咱这边你会选我是因为我讲了有道理。我甲你，我相信你，嘿。嘿。好，来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哦，正确答案就伫阿雄这边啦，是光雷啊风。啊，其实吼，这个讲光雷啊风、假雷啊风拢有人讲啦。是。哦，啊，最主要是讲伊咧光咧假吼，啊，咱像迄个拄则讲，咱像落雷掺雷啊呢，哦，迄个形啦，哦，迄个雷啊形的，所以咱有个人讲是光雷啊风，有人讲是假雷啊风，啊，但是假尾风是毋捌听过啦吼，所以这个毋是正确的答案。啊，后一个题哦。会促销哦。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好，若有人讲你真搞筋。是咧讲什么意思咧？哈，真够筋哦，够筋呐！好，美秀这边是固执性，是安怎咧？咱若去食肉的时阵夹着筋，是毋是拢会安尼？哇，迄遐尔啊轮着安尼夹，哦，迄就表示讲咱的个性吼是足滴的啦。嘿，咱食肉的时阵真罕你去夹着迄落筋嘛，若夹着筋，你这人就坐规个人爱会夹起来，感觉就是足。
固执。是，那阿雄我这边的答案是都搞心思啦。搞心思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看你夹吧，你若夹着囡仔夹足侪杯，才法度甲夹好烂嘛，对，夹好长。啊，代表就是吼，你咧想的过程，人讲一句话，但是你想足侪，哎呦，你是毋是讨厌我？伊是毋是对我无介意？还是讲伊咧讲我，但是事实上咧讲别人？哦，所以伊的心思吼，就足复杂的。伤高伤多啦，到底是固执性还是搞心思咧？来，两队请选择。必须阿雄演技表，哦，这叫搞筋呐，搞筋呐，好食，好来。哎呦，哦。今晚拢选我啊？对啊，我今晚唔知要安怎。要紧啊，你就接受伊。我听你较底，你听我较底。哦，妈妈，你听我到底你哪讲一个无？啥叫做高筋？因为筋就是薄面烂，薄面烂讲袂听，死脑筋，所以是固执。哦，安尼嘛是道理哦。薄面烂，死脑筋，真固执。啊，你像你爱播足久的啊？我播足久，就是因为伊想足多，一直你爱播啊。想免播啊，想就好啊。啊，那咱这边的小辉，细汉的时阵，阿嬷有讲过，讲你莫想高筋。啊，迄阵我确实较固执，所以我想讲应该是有这关联的。哦，你阿嬷唔是讲你想济哦？应该唔是，迄阵应该无法度想济，想细汉啊。老师啊，咱的正确的答案是安尼啦。这就固执。歹势哦，恁的答案拢找唔到人。哦，咱台语教有这个意思啦吼，咱讲这个所在足教网的，对啊，网足教的，网足济啦吼。啊，咱讲教雨水足济。啊，咱台语吼，头脑有一个讲的叫做脑筋。脑筋。啊，咱讲脑筋就是吼，你的脑内面吼，你的脑筋伤济，就是你会想济啦。哦，无应该想的代志，你想东想西，怀疑这怀疑迄，咱讲这人足搞紧的。啊，就是搞心思的意思。两边拢无分数，请消掉。是，嘿，无不要紧，咱够一个，够一个哦。好，来，老师，咱请出题。好，牛山水破，骨骼原在，是什么意思咧？哦，牛山水破，骨骼原在啦。美秀这边的答案是真有骨气，你甲看，咱的雨伞哦，风若吹。吹了破去，有迄布破去了，剩咧骨头。对，嘿，剩咧骨头，就是讲咱做人有当时啊吼，咱会真啊那，咱若落魄的时阵，是毋是就真落魄？是。啊，毋过咱有一天会搁原在起来，骨气若有，咱就原在起来，因为骨头搁伫，咱通啊甲这雨伞摕去补的就好啊嘛。啊，姐，我知你的意思。风台的时拢看到啊，就算迄雨伞吹到剩骨头，伊嘛是一直行，真有骨气。真正真有骨气啊，无要安那，咱嘛是爱保护着咱的雨伞。我就想要投你一票。是哦。啊那，像我这边的答案叫做本性恶改。哈？伊甲本性有啥物关系？虽然讲吼，我即马顶面这片吼破去啊，对无？啊，我可能搁找人来补嘛。原本红的，我即马这片改做乌的啊，还是改做白的拢无要紧。但是虽然外口变了，内底拢无变哦。哦，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啦。哎呀，你这哦无定性啦。对啊，所以我感觉吼，应该就是本性恶改。不过我是感觉美秀的答案就是真有骨气。啊，像我的答案就是本性恶改。好，好来，两队咱请选择。你看迄雨伞顶光的布破去，啊，迄个雨搁较大，迄个骨嘛是搁伫咧啊，就是因为骨气啊，所以搁。环境更较歹，嘛是较惊咧啊。讲吼，风骨，但是迄个骨应该是正面的意思。啊，搁有迄良善对无？甲良心，迄好的物件有谐音，所以我感觉应该是好的。牛山水破，骨骼原在，是本性恶改，还是讲人有骨气咧？所以我感觉吼，应该就是本性恶改。不过我是感觉美秀的答案就是真有骨气。啊，像我的答案就是本性恶改。好，好来，两队咱请选择。哦，这题有困难哦。演技表。两个拢足有道理的。对啊，免怎咧？哦，好来。安尼好，安尼大家平输平赢咧。
系啊，无安尼嘛。等，安尼咱要搁落不爽，是唔是？唔来讲一下，嘿，来运动家的精神。我是感觉拄则你解释安尼真有道理。你看迄雨伞顶悬的布破去，啊，迄个雨搁较大，迄个骨嘛是搁伫咧啊，就是因为骨气啊，所以搁环境搁较歹，嘛是要经咧啊。所以我感觉应该是真正有讲到重点，环境搁较歹，嘛是要经起来啦。吼，来换咱这边。我想讲吼，风骨，但是迄个骨应该是正面的意思。啊，搁有迄良善对无？甲良心，迄好的物件有谐音，所以我感觉应该是好的。来，老师，咱正确的答案是。这边大家选的拢正确的。啊，拄则有咧讲哦，这个牛线是咧迎神的时哦，有一支足大的喎吼，迄种的，迄叫做牛线啦吼。啊，咱迎神的时用迄哦，伊都讲这种牛线，就算讲伊去互风给吹歹去，但是咧，伊的骨架袂歹去。哦，啊，这句话是咧讲啥？讲人哦，就算讲你原来是真有身份、真有地位的人，哦，你即马可能本来做官，即马无官位去啊，啊是讲你本来是跟公司大头家、公司倒去啊，但是咧，你真有志气，要搁坚持。做一个有良心、有正义感的人，啊，无爱因为安尼你就去做歹代志，所以咱就讲这是牛线水破，骨架原在。真有道理哦，吼，真侪道理拢是伫咱台语的内面，咱听有的哦。好，好，来，咱就要先来看分数啦，吼，看阮厝边的咧。今嘛有4000。哎呦！好，啊，来咱必输的咧。嘛有3500。今日的第二回合，正港佚佗人。正港佚佗人，看风景真轻松。哦，今日要去倒位佚佗？哦，咱这回合哦，甲两队报告一下哈。是。咱会用咱的镜头带恁来去看风景，有可能是台湾的，有可能是外岛的，甚至是外国、全世界拢有可能哦。哦，不过因即马心内敢若想的是。分数奖金啦！哦，是，咱这回还有4题，4题，一题3000，上最使得到12000块，加油哦！哦，12000哦，嘿，啊，而且哦，重点是阮的影片内面绝对有一个特色，互恁看到。哦，恁若看到知影了，就紧日甲吹落去安尼啦。哦，油门爱站到底。一定爱站到底啦，嘿啦，无你真正唔知迄到底是伫倒位。对啊，嘿，斟酌看哦。好，3000块哦，来，上个今日咱要去倒位佚佗？刷落来影片内底吼是美国的一个大学，哎，啊，这个美国大学吼3个字哦，3个字的美国大学哦，来，咱请看。已经是一个城区啊，你看，哎呦。哦，这个是不是给敢若伫迄个美国的迄个总统府的附近遐有看过？是总统府的附近 ，Washington D.C. 嘛。哦，所以照讲吼，3个字搁拄好 Washington。哦，英语是3字安尼。对。华盛顿。华盛顿。对，应该安尼翻。哦，来，老师，华盛顿对唔对？好，会使接受。佮讲无出过海关，来分数，终于得到3000咯。通等伊啦，通等伊啦。会使出海关啊！来，咱继续搁看一下吼，来继续看落去。哇，真水呢！哇，这无读到遐，我买当讲遮我真熟。厉害！哦，好，来，咱听老师来解释。好，我拄则讲吼会当接受啦，因为这是伊拄则讲 Washington 啦吼，啊这是英语名，啊不过伊翻做汉字以后吼，咱若照台语音应该是念做华盛顿，不是华盛顿。哎，你咧讲盛大，不是盛大，哦，这个场面足盛大，所以这个念做盛，啊盛大啊华盛顿。啊不过因为外国名啦吼，咱翻做这咱中文还是讲台语吼。因本来无调的，咱到底什么调，无一定，咱嘛唔知因无调嘛吼。所以咱念做华盛顿，
我拢接受啦吼。是，好，恭喜恭喜！来，咱3000啊，7000，咱来加油哦！加油哦！好，好来，今日换人。好，咱继续哦。加油！来，今日去佚佗，上诶，今日去佗佚佗。哦，咱刷落来影片要介绍一个世界的关山，这个关山什么名咧？4个字。4个字的什么山？哦。什么山？好，来，咱请看。哎呦，接近！你有去过迄粒山？哦，你看到啥回来？这个人先，先来，这个建筑物有无？我咧国校咧读书的时阵，地理的课本顶悬就是这张。课本顶悬。哦，课本顶悬。有这个建筑物。囡仔敢有这？我唔知咧。敢若唔知咧。我迄当中的地理啦。你差不多民国初年的。清朝末。我会记是国立。国校里哦，阮迄老师，伊讲话就一个外省仔腔。我看到的这个就是喜马拉雅山，中国的圣山，世界第一高峰，对，外省的老师啦。对，讲的迄个腔口，但是你要翻做台语，我会记迄是一个方言，所以要讲喜马拉雅山嘛。拉雅马拉雅。大雅，喜马拉雅嘛？啊，你若要直接，你若要用大雅是大雅，台中大雅，我有同学是大雅啦。对，啊，你若要安尼照这个罗马拼音讲的，就是喜马拉雅啦。文雅，对文雅。好，你搁讲一届老师听。喜马拉雅。拉牙好啦，拉牙较高追，拉牙。拉雅对唔对？接受。来分数，恭喜你就3000咯。来，咱继续甲看落去哦。影片。对，这个建筑物。哇。哦，这是人的。对啊。一生当中哦，就想要去过一届所在。哦。这是迄个要爬山顶的基地。哦，上尖的就这啊。哇，敢若另外一个世界。哦，这个是 Himalayas， 啊，不过咱中文哦，喜马拉雅山哦，你若照字是喜马拉雅山啦吼。啊，迄个伊拄则讲迄个台中迄个地名哦，这叫做大雅是无？大雅对啊。所以你讲迄个字要念做雅嘛，无完全错误啦。所以安尼甲斗起来吼，我哪会当接受啦。所以讲只要会当甲这个所在讲出来吼，啊伊字也差不多啦吼，所以这个答案是正确的。是。咱即马3000拢无叮当哦，加油！老师加油！加油！咱阁有2位免惊哦。好，好来，咱今日换人。上一家咱要去倒位佚佗？是，咱刷落来吼，是外国的一个国家，而且吼足善良的哦，这个国家2个字。两个字善良的国家啦。哦，就2个字哦。好，来，咱斟酌看哦，请看。就简单的哦，爱糖啊哟！来，伊对啊！哇，是我。哎，电梯有倒。有红车。荷兰。是安怎讲啊？宜兰，荷兰。哦。袂歹。确定哦。嘿，确定。来，老师，荷兰对唔对？健康。分手。恭喜你3000咯！来，咱继续看红车。哇！荷兰拢真种子啊，对啊。好像熟悉哦。嘛是一个真适合伫遐大的国家。伊咧花海足水的，花海。
好，咱中文甲这个国家的名叫做荷兰，啊，嘛有人讲荷兰啦吼。荷兰。啊是对于迄个伊英文的名叫 Holland 翻过来，啊其实伊这个国家的正式的名，唔是这个，伊这个所在是因国家的一部分尔。是。啊，因个国家吼叫做 The Netherlands， 是低地的意思啦。因为土地足低，因为比海平面搁较低。啊，不过咱中文已经习惯啦，拢改叫做荷兰，是荷兰，所以这个讲法是正确的。袂歹，分数6000，甲咱的1万哦，差4000哦，加油加油！好，加油哦！好，来，咱今日换人。好，来，上位，咱今日去倒去佗？是，咱刷落来这影片哦，要介绍亚洲的一个城市2个字。2个字的城市哦，好，来，咱请看。哎呦，行米哎呦，你啥人？我吧。伊电梯有倒。哦，这个无倒。这电梯无倒。曼谷。来意。小想一个。曼谷。曼谷。那听起来敢若一种家子安尼。mango。等下，我想曼，嘿对，山谷，老师，曼谷对唔对？歹势，唔是这个城市。哎呀，老师有提示哦，唔是这个城市哦。行，咱会使继续看啦，我紧。来，咱继续看落去。对啊，来，咱继续。哇，真水！足明显的提示啊！真水，起码这个国家足有名的。国家的这个城市足有名，开始大家拢足想要去遐佚佗的。对，迄个国家内底这个城市较凉冷。嘿，较凉冷。5、4、3、2、单1，清迈，确定哈？嘿，清迈，你想到高雄市六清迈，老师清迈对唔对？最后关头公平。感谢清迈市长。感谢咱高雄市长。因拢看会出来讲这是泰国啦吼，啊，但是讲唔到城市去啦。伊讲迄个城市哦，正确的名应该是曼谷啦。曼谷。对啦，甲迄个万国的曼谷同款，啊，伊是 Bangkok， 这个音翻过来啦吼，啊，咱台语是叫做曼谷。啊，不过咱拄则看这个唔是啦，伊是清迈是另外一个城市，这个是泰国的第2大城。咱拄则讲，因拄则讲迄个。曼谷是第1大城，因的首都啦吼，啊，这个是第2大城，啊，这个所在天气较袂遐翕热，所以有较侪人爱去遐佚佗，即马去遐人愈来愈多。是，啊，大家若有闲哦，唔通搁落去大城市啊，第2城市嘛袂歹哦。袂歹哦。好，来，咱即马进来看分数，看阮厝边的。即马有13000。嘿，啊，原来阮秘书咧。嘛有6000哦。哦，嘛真好哦。好，进来第3回合。哎，2家来拼台。第3回合，2家来拼台。8提示。哦，这8提示吼，练身体饭，控制上时行，好手的火车外岛牛肉面。代表的就是8个无同款的问题。啊，伊个问号，吼，就是表示每一个问题后壁的奖金无同款，上济15000，上少1000。咱分数较少的，咱会先通啊选择，啊，搁有一个就是有一个志愿的时间，嘿，啊，其他咱拢袂当回答，吼，拢是队长来回答。好，来，咱拄仔讲过。6000个星，好，来，好，来上好，你要选倒一个？你有想要选倒一个吗？要选我的祖先不？空主，看起来就较有钱。哦，嘿，空主吼，好来，咱来看一下，空主的奖金有偌济？哦，这人
若是回答对啊，你若对啊，分数就扭起来，若冰盘无对就无啊。对，就是这个意思哦。好，来，请出题。请问有一句俗语伫咧讲，空竹马架的会用伫咧什么所在咧？是学老人一山关过一山，还是笑人讲话用唔着哩？好来，你有答吗？机湾，你准备试完啊？万里无万二科啊。哦，嘛对吼。对啊，不是即马就是无啊。后壁迄三尊，我唔捌听过这句话。空竹马你无可以较忙嘛？这题万里考绝对要画机弯，伊敢会摇到咧？请问有一句俗语伫咧讲，空竹马架的会用伫咧什么所在咧？是学老人一山关过一山，还是笑人讲话用唔着哩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，是你笑人的，还是讲你学学了人的？嘿，嘿，好来，你有答吗？猪丸，猪丸，猪丸，鸡湾啊，sorry，鸡湾。你准备试完啊？无万二科啊。哦，嘛对吼。对啊，不是即马就是无啊。后壁迄三尊，我唔捌听过这句话。空竹马你无可以较架。忙嘛？啊，唔讲，咱就爱保持善良，好不好？就是正面，哎，正面，嘿，因为空注应该是真赞的，啊，空注的嘛，应该是嘛是就搞改啦，就好改啦，好啦，嘿，唔是吗？是唔是？我唔是，我甲你想的无共。哦，因为那是相信你的直觉。安尼我负责个对。哦，你负责，我是想讲吼，你讲若是讲你讲话知影用什么字，应该就是空注，还是架空注因老母教的意思。哎，对，反的是讲你唔知影要用什么字因为伊唔是空注嘛。哦这加够一个疑问哦。哎，空竹马是空竹因老母吗？哎，对啊，因阿妈，哎，先生因某或者先生嘛。好啦，先生某个先生牛啦，先先生牛啦，对啦。先生牛讲的啦，先生的某叫做先生先牛啦，生牛啦。先生的老母是先生嘛。哦，所以讲即摆就是先生的老母哦。哦，老师有讲啊，是先生的老母。是，所以你的是学了还是你笑人的？你笑人的。笑人讲话用唔对哩，对唔对？对，咱古早人哦，查某人普通拢无啥物读册啦。是。啊，咱这句话是人笑讲哦，啊，你讲话用唔对字，啊，所以笑你讲你空注马改，你唔是空注不能改，是空注因老母改，所以甲你教唔对。准来是空注改就袂唔对啊。啊，所以你笑人讲你讲话是用字无正确哦，啊，你唔是空注改，你是空注因老母改，所以教唔对。来，啊，够万五的 Terry，哇，够万五的免惊啦，就变贵呢，我嘿啊，都要变贵5000以上呢。对。我甲你讲，你先甲钱多算起来，伊才无机会通我算。我看哦，因为我是幸福好厝边内底汉超赛教人运动的，所以练身体这题算讲我真有把握啦。哦哟练，身体，对，练身体是足重要的，对不？对有健康的身体，才有法度赚较侪钱。无错。无可能讲练身体，敢若1000块尔，我不爱信。我不爱信。无唔对，咱来看。我一节课都唔嘛1000块啊！改变。练身体奖金5万块。哇！这练够本啊！赞。好，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，两个人练身体的步数有真侪种，老汉推车的台语会当安怎讲呢？是天高车还是严家行？来，你有10秒的时间。严我真正唔知所以伊价值9000块。高车， 3、2、1，天高车。严天高车还是天高，敢若是甲月亮有关系啦。严家就是讲两只鸡，两个查甫，怪怪。严家行。喂，你敢讲咱无啥正常诶？天顶甲涂骹，啊，既然伫涂骹练，啊无我就跟加好啊啦。哦，
哎，我想问一下，老汉推车是什么步数啊？就是一个人手拄掉的。你有法度甲我叫哦？哦，因两个拢知影咧。哦，厉害厉害，骨架靠有力啦。是，多谢。是，所以讲你的是严家行。我已經已經確定啦，已經試落啊，嚴家行嘛，嚴家行，行啦，對啊。所以你的是嚴家行。對啊，行。好，來嚴家行對唔對？來，將軍，用一啲就交清咯。一般行路咱是用骹啦吼，但是咱有時吼，就是有的人會用手行路。是。啊，手行路這種方式，咱台語就叫做嚴家行。哦。啊，這當然這種運動是兩個人同齊做的，啊，一個人是家伊的骹壓懸啦，所以頭前這人吼用兩隻手咧行路，啊，這種兩隻手行路的步數，咱台語就叫做嚴家行。是因為敢若雞。對，因為雞是干那有兩隻骹爾嘛，伊無像咱人有手伊是有膝嘛，啊伊行路伊干那迄兩隻骹爾，所以咱若倒頭起來吼。啊，用手咧行路，咱講起叫做嚴家行。嚴家行，這是你練咱遮的肌力對吧？肩胛頭的肌力是。好，來，繼續哦。哎呦，哎呦，萬個的哦。所以你有看到的，你食的啊。好啦，喙鬚的啦。好，喙鬚，好來，喙鬚的獎金有偌多？三千，袂歹，下次就好。對。好，來，咱請出題。請問講一個人目共手長，是咧講伊足秀氣，還是講伊真有氣勢？來，20秒的時間。目共手長。目共手長。哎呦，好來。目共手長，應該是足秀氣的意思。係你表演者即演員。是目共。目共手長。喙鬚嘛，哦，所以講你的感覺是足秀氣。好來，足秀氣對唔對？咱台語講的目共手長，就是話用的吹胡子瞪眼啦。哦，啊，就是像這意思。迄共就是用目睭咧共銀的意思啦。啊，迄個手長就講氣甲迄喙手敢若要藏起來安尼。哦，啊，所以就表示人足秀氣啊。是。好，來，佮繼續哦，目共手長哦，查清哦，下類哦，手長，即嘛差1,000爾，是，要安怎算呢？對，因為咱有時尚辣媽，上時行伊在行嘛，上時行哦，食飯算飯使，咱嘛有人，對無？啊，外島呢，咱有外島通，都是咱的大寶，是，但是我感覺應該外島的錢應該會較懸，因為外島有加級。哦，重點啊！加級無？金門的。好，來，咱來看一下，外島的獎金有偌多？好，來，咱請出題。請問台灣島一個外島，因為有足濟中心局合作，所以有局島的稱呼。是，好來，免10秒哦。係啊。哦。哦，這個所在我咱去過，咱擱去介紹這個石湖。哦。鄉親的石湖，啊，擱去體驗咗咱的這個文化遺產，就是講有這個蒙面女人擦殼啊。誒，擦殼啊，收落去的。對，啊，海女哈。對，啊，這偏湖嘛，對，偏湖叫就是極島啦。極島。嘿，好，來，咱來看偏湖，偏湖對唔對？哎呀！來，獎金，獎金得到1萬咯。哦，外島來，咱請老師來解說。哦，這種菊花花吼，其實是外來的啦吼。不過伊伫偏湖吼，算迄個天氣可能足適合伊生存的，所以伊發甲足濟啦吼，逐世界攏有看。啊，咱台灣話改叫做中心局，是因為伊的中心是紅的，愛周圍是黃的，所以嘛有人改叫做好辦局啦。哦，啊，因為遮規個島。你會當逐世界攏看到這個花啦，所以這個島就叫做菊島。誒，真刺激！咱莫擱問啊，今日繼續。算。啊，個有偌濟？萬五哦，1萬迄個萬五的哦。
牛肉面好啊。牛肉面，对好来，咱来看一下牛肉面的奖金有偌济。好来，一定要讲对哦。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湾常常看到川味红烧牛肉面、川味红烧牛肉面，其实这是早年军人吼，伫咧咱台湾倒位所创造出来，是高雄的公山，还是咱桃园的中立？来，60秒的时间，是你高雄还是你桃园？公山还是咱的中立？高雄，来10秒哦。来，应该是在高雄啊。高雄。因为就这军营拢伫咧高雄啊，我做兵的时阵嘛，其实有伫遐，做迄个伞兵咩拢讲。哦，跳伞，是伫咧遐，嘿，所以我感觉应该是高雄，应该是高雄。是，好，来，咱来看一下，高雄公山对唔对？错。恭喜你到万哥咯！哎呦，够差4千的哦！来，老师来请解释。好啊，因为高雄公山迄个所在有出一种豆瓣酱啦，豆瓣酱哦，会有咸的啦。因遐的人吼，因对四川来那食咸的，因就甲迄种豆瓣酱吼，甲这个咸的，甲这个牛肉吼做伙去卤，卤了以后吼，掺水落啊，做汤，做汤哦，就迄面沙好甲卡落吼，你感觉气味来，做事情。当然你若讲桃园哦，桃园中立嘛有一个真有名的牛肉面啦，就是新明牛肉面啦吼，伊啊新明街遐，但是伊咧是尾啊才出名的，较早出名的吼，上早是对公山遐来，所以你若讲要追求伊的来源吼，应该是对高雄遐开始。好，谢谢老师。来，搁刷入去，太刺激了。紧张吼。我跟你讲，免考虑啊，免考虑啊。牛肉面食完要来食饭啊啦。食饭啦，好来，算饭西啦。咱来看下饭的奖金偌济？7000哦，哎呦，这个比来奖金一定爱安尼吗？好来，咱请出题。请问台语有一句话是“我食庆饭等你”，你知影庆饭讲的是假面饭，还是死人食的饭呢？我也是，我有鸡丸嘛。哎，对，你也袂用，你也袂用。鸡丸。7月。来，鸡丸。假面饭。假面饭，因讲假面饭。对啊，算饭西嘛安尼讲，啊游览子啊又搁演过8点档，所以这台词伊应该是真熟。而且你讲我食庆饭等你，我要甲你输赢，我要赢你，结果我敢会讲我摕死人食的饭，我要赢你。好，所以你的答案是？我的答案是就是食假面饭。好，来假面饭对唔对？4球分数，叫你得了7000咯！哎呦，啊，袂好来，老师请解释。庆饭其实就是冷饭的意思啦。对。啊，你若饭放过暝哦，伊就冷去啊。冷去啊。啊，咱讲食庆饭等，就是讲我随时会当甲你输赢啦，所以唔免过去饭之后先再来食饭，再来甲你收输，甲你输赢。所以就讲随时会当甲你输赢，就讲庆饭食了，我就甲你输赢。啊，庆饭就是已经伫遐等啊嘛，冷的嘛。啊，咱过暝饭就是庆饭啦，就是冷饭的意思啦。对啊，食这庆饭，食这假面饭哦，炒饭上好啦。对啦。好来，剩2题，一人一个哦。哇！哎呦，来，你要选倒位上好？够一个5000的哦。哦，5000的。啊，你即马差3000哦。火车好啊。火车。好来，咱来看一下，火车的奖金有偌济？1000。哎呀，来，不要紧，下去嘛是对的啦。对啦。请出题。请问台语的车头讲的是火车头一站的车厢，还是火车车站？来，10秒的时间。这边想吧。对啊。这边想，好来。车站。车站。火车的车站对唔对？嘿，嘛是真好，来分数。恭喜加1000。
来，咱听老师的解说。哦，咱过去讲火车头，就是要去坐车的所在啦。是。讲咱来去火车头坐火车。啊，你若讲火车的头一站，就是咧拖迄个火车吼。咱台语的讲法叫做机关车，还是讲火車母？火車母叫做火車頭。啊，火車頭一定是迄個互咱坐車的所在。來哦，泰瑞。上時間。上時間獎金有偌濟？咱一定愛若摕到才有哦，才有超過4萬哦。哦，來，咱請出題。請問80年代上時行的就是半冰山頭，你敢知影台灣有真正半冰山是伫咧倒一個縣市咧？哦，來60秒的時間。半屏山的頭啊嘛。然後。來，倒位。半屏山。係啊，半冰山。這應該。你即擺唔是咧問頭啦，是你所在啦。所在啦，唔是咧頭。是咧什麼縣市啊？倒位。高雄嘛。高雄。高雄啊。高雄。對啊，半屏山。確定高雄哦。應該是啦。好，來，咱來看者，高雄對唔對？來分數。恭喜哦，佮加5000，哇，超過4萬哦。好，來，咱聽老師來解說。對，伊即擺講這個半冰山頭哦，是一種頭模型啦，查某人哦，應該咧頭細圓圓啊，攏劈對一邊去啦。對。啊，所以叫做半冰山頭。啊，不過咱台灣真正有一個所在吼，叫做半冰山啦，迄個高雄啦。啊，因為迄個山的形就是講，伊有一邊較粗啊，一邊較夾吼，啊，所以看到那像迄個山敢若紅切一半嘅，所以叫做半冰山。好，謝謝老師。來，即擺哦，上重要是進來看分數。是。好，看阮這邊厝邊44000。嘿，啊，咱必輸的咧。哦，冇37000哦。哦，嘛真牛哦。好，今日呢1秒達千金。1秒達千金。哦，大家動腦筋。即馬獎金，即馬獎金有44000破紀錄。 44000就44000嘛。冇錯，44秒。哦，安尼即馬幾秒？44秒。44秒，安尼無夠啦。一定無夠啦，因來過遮濟擺，袂使甲騙啦。都加30秒，變74秒。來，這回合幾題？攏總3題。3題，來第一題有幾個字？ 頭一題有3個字。3個字。第一個題是相似。第二個 BB 的 CC。唔是，來。第三個算秒數，什麼秒數？44000塊的獎金，會當摕偌濟轉去咧？頭一題有3個字。 3個字，好，來，咱請開始。第一個題是相似。第二個 BB 的 CC。唔是，來。 第三個算秒數，什麼秒數？算秒數呀！健康。哦，健康。太陽燈。我這句落到這，我感覺聊聊。別食糖啊！安尼喂。是啊，因為遐邊車好啦，愛甲你提示一下，啊，算秒數的。誒，過來3種色水嘛。哦，青、紅、黃嘛，3色。好，來第二題啊！加油哦！計緊張59秒哦。我應該講我嘛最緊張嘅。啊，嘛是3個字啊。3個字。好，來，咱請開始。好，第一個題是阿媽。唔是，過來踢球人。先提來踢球人是啥物件咧？過來伊是嗰個波浪形啊。波浪形。洗衫幫，另外一個名什麼幫？進來嘅。洗衫幫我算你對啦。因為我想說，真正有個人會用這種講法來講。洗衣板啊，拖板啊，係拖板啊，拖板啊，洗衫幫，但是有洗衫幫這個講法。古早攏是講拖幫啊啦，啊，即馬有跳電咧講洗衫幫。對啦，所以我甲扣幾秒起來會使啦哈。袂歹，嘿，上
想到，今日用讲哦。袂歹呢，够36秒呢，够足多呢。最后一题啊，基本上超过25秒拢够足多啦。是两个字哦。第三题两个字。哦，两个字哦，来，咱请开始。第一题，伊爱小水，下水，走水，不是，小水。第二个伊得爱香味，不是，滚水爱清烟气才会用到。得爱香味，什么？真正有影爱烧水嘛，烧水就有烟啊，吼有烟了，伊真正咱得爱香味嘛，有得爱味，啊个有吹过的滚水了，迄烟气就会清起来嘛，啊，搁来吹过，吹馒头拢会用到啦。哦，袂歹，搁有真侪奖金啦，好来，咱看者，搁有几秒？哦，有17秒43，所以有1700块。好，咱即摆起来去颁奖。17块呢？哎，阮有牌哦，金牌哦。哎，来，恭喜！啊，搁趁着啥？搁趁着宣传这个啦。哦哟，来讲者。好处比12月初4开始，每礼拜三暗时9点，啊，公司第一台、14台加收看咱。幸福好厝边。隔天刚拜是透早是7点，下晡是啊4点，搁有重播。到位。那拜三看完阮全家有地位，就通看阮的幸福生活。好，啊那阮这边马斯介绍一个，来介绍。来，阮秘书俱乐部。12月8號暗時8點，喺 TVBS 歡樂台。禮拜二，愛看哦。嘿，支持一下哦。好，今日謝謝咱的國文老師。感謝羅公行羅老師辛苦啊！謝謝。謝謝老師。專家有地位。講台語提8萬。好，你大家攏歡迎，再會。謝謝。感謝。恭喜！過來，拜託。感謝，有高興嘅，最好勝嘅。恭喜！謝謝。來，感謝，謝謝。